樂倫關注組。消暑好味道。紅蘿蔔竹蔗馬蹄茅根水，3到4人，份量如下：紅蘿蔔200克，竹蔗200克，馬蹄3顆，茅根150克，陳皮1/4片，生薑3片，水2公升，8碗量。做法：各種材料洗淨，切塊，一起放進煲加水，冇火煮沸後，改文火煮1.5小時便可。功效：清熱、解毒、排濕氣。注意事項：食材選擇，竹蔗最好選用未削皮的，須洗擦乾淨。破開後若見變紅或有白水漬變質，不可用。增強風味，可加入粟米、糖冬瓜或蜜棗一同烹煮。去濕加強，可加入生薏米1兩以加強健脾去濕效果。適合人群：平日熱氣、工作繁忙、經常煎炸熱毒者。另外寒性體質，脾胃虛寒，孕婦或經期女性需慎飲或諮詢醫生。